而家就等我哋嚟重溫一下牆身瓦鋪砌施工程序嘅重點啊！承建商必須呈交各種材料嘅互相配合認同書，必須確保批底至少要有2星期收身穩定期及冇破，必須確保所有派瓦花式、漏位及收口嘅墨線已經清晰齊備，批底隔日要淋足水，砌瓦當日要再灑水。英泥砂漿必須按正確比例混合及注意備用時效，必須按照生產商指示使用白膠漿及包裝料。牆身除咗要上底油外，瓦底亦都要批上薄漿。必須利用膠片或者特製十字架嚟控制瓦縫闊度。瓦條界口最好暗藏於不顯眼嘅暗角位。砌瓦嘅時候必須確保牆身底油仍然濕潤。必須確保瓦仔黏貼於牆身批底，先至可以清洗瓦面瓦縫。鋪砌完畢至少2個星期後，要進行一次地氈式檢查。鋪砌大面積地方，約每10平方米位置需預留伸縮縫，而伸縮縫至少要有6mm 闊，並且深度石屎面嚟藏填塞物料。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，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。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，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，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。齊心合力，上下一心，提升住屋嘅質素，為人為己，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，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。